17對決 Edis 4回合對決，睇下邊個聲音形態你會更鍾意。DK 拳型爆發力量洪亮，中號拳型爆發高音撞擊，兩個都係拳型力量對決。盛寬豐盈情感隨時穩定，Sen 拳型爆發力量震撼，風 VS 拳情感滲透 VS 爆發震撼。烏時刀型精準穿透控制，上花風型柔和穩定包圍，刀 VS 風穿透 VS 包圍。靜漢風型柔和飄逸隨時，潤河風型溫暖穩定厚實，兩個都係風型飄逸 VS 厚實。17 DK 拳盛寬風，烏時刀靜漢風 Edis 中和拳 Sen 拳上花風潤河風，你覺得邊隊嘅聲音形態更吸引你？可以留言。如果你想清楚咁樣了解佢哋每個嘅聲音形態，可以睇返我舊片，入面有完整拆解。